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講下星海提案分享嘅英做，今日帶大家嚟到大埔翠屏花園，係一個實用面積269尺，有新淨靚裝修、望開揚景觀，啱晒上車客同埋收租投資客嘅優質筍盤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 B 座，實用面積269尺，單位附設新淨嘅靚裝修。客廳外望開揚嘅公園景同埋山景，客廳間隔方正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。業主喺裝修方面花咗唔少嘅心思，將全屋原本嘅牆身拆咗，再重新改造，間咗做一房，而門口入嚟呢個位置就做咗一個儲物室。廚房改咗做開放式嘅設計，喺廚房前面呢個位置訂做咗餐台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同洗衣機。睡房嘅位置變咗做一間大嘅主人房，除咗訂做咗雙人床之外，旁邊做咗一排置頂嘅衣櫃，同客廳一樣都係望到開揚嘅景觀。而洗手間就改咗喺睡房入邊，洗手間保養新淨，係用企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呀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